再来看世界卫生大会5月19特别举行咯，咱国到大阁也未受到邀请。卫生福利部部长邱凯元后礼拜会带行动团去瑞士的日内瓦，甲其他国际组织来交流。有民间团体会组团去参加，现场嘛来举办台湾大游行，邀请国际组织做伙来协定台湾参加 WHA。台湾联合国校长会要前进日内瓦，向全球传达台湾的公共卫生、健康管理甲疾病防治上的成果。面对台湾到达游园无得到邀请参与今年 WHA， 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行政命令，启动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定书。兵团讲，今年会是关键的一年。这座也特别在日内瓦车站举行健康台湾测点。美国退出之后，其实在整个世界卫生组织里面，更有可能就会被中国所主导。所以，既然被中国所主导，台湾未来更不太可能够加入世界卫生组织。这是我们这一次希望可以跟大家极力的宣扬。举办那个世界公民挺台大游行，那总共有50几个国家。他们会在苏黎世跟日内瓦来声援我们台湾。民团今年也是头一摆邀请国际民间组织来共同参与游行，声援台湾。另外，这座也会拜会欧洲议会，也阁有甲乌克兰非政府组织合作计划。伊来呼吁世界卫生组织爱重视台湾对全球健康的贡献，希望也会当有机会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今年世界卫生大会。世界各国应该共同的合作，让资讯能够更公开的透明来因应。尤其台湾在健康照护上的表现十分的优异。卫福部也以往例组成世卫行动团前往，有个26暗出发。卫福部长邱泰元顶日表态，会半抗议半呼吁，对第9摆要正治 WHA 失败感是依顺往例，向世卫秘书处提交抗议信函，是还未有进一步的回应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